最近太多的朋友问到如何入境老挝，今天我们就一边欣赏老挝的藤球，一边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如何入境老挝。我们先说一下非疫情期间，一般有3种方式。第一种就是可以从昆明的汽车南站坐国际大巴，可以到老挝的琅勃拉邦以及老挝的万象，这种也是最简单的。因为国际班车的师傅还有车上有同行的很多人，他们对这个流程都非常熟悉了，基本上没有什么难度。你可以拿上空白护照，说走就走，基本上就是跟着他们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也就过来了。不过有个别的朋友，他们会说老挝关口这边，老挝的海关会跟我们中国人收要小费，而且有人明确地说出专门收要我们中国人的小费，而那些欧洲人他们是不收的。这里我想说一下，不管是机场入境还是陆路入境，老挝这边都需要填一张出入境卡。这个卡我们往往很多中国人不会英文，他就不去填。那么海关那边也懒得跟你啰嗦，就直接要你2万老币的小费，实际上他们就帮你填掉了。如果你是自己填好的，你完全可以不给他这个小费。为什么欧美这些人他们不给？就是因为他们都懂英文，他们就已经填好了。其实也有很多老师还有那些大学生，他们来老挝旅游的，他们是自己填，基本都不会给小费的。如果你是去泰国或者周边一些其他国家，那些关口有专门这些人，他们收费给你填的。其实那些海关他反而他不会来给你填，也不会要你这个钱。所以我们觉得大家既然出来旅游嘛，也没有什么给自己较劲的。如果你自己填好，这些完全没有问题。如果你自己没填，给个10几块钱的小费也无可厚非，也没有必要说在那里闹，或者甚至说打电话给大使馆，这些也没用的。在入境老挝是可以落地签的。入境的时候，如果你有老挝这边的邀请函，那么可以签 B2 签证，就是可以在老挝以后可以办工作证、暂住证。办完工作证、暂住证，就是1年1签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是过来旅游的，你也要看好，它是1个月的有效期，你一定要看它的那个开始日期，就是你进来的日期，然后你最后一天的日期。有时候如果你计算30天或者1个月31天，那就可能会有1、2天的偏差。如果你出境的时候你的日期过期了，那么就会被罚款，一般的超过1天$10。第二种入境的方式就是自驾游，您开着自己的车子过来，一般您就要带着行车证、驾驶证，还有如果这个车子的行车证不是您本人的名字，那您就要带上行车证这个车主的身份证复印件和他的相片，到关口可能会用得上。到了关口那边，从中国出境再到老挝入境，基本上都有中文，然后买上保险，办上这些行车手续都是比较简单的。那边都有很多经常跑两边的人，可以随便问人家一下，也可以咨询那边的服务台，还有就是也可以找人代办，给人家一点费用，也是不高的。在关口那边最好买一张老挝的手机卡，我们中国的手机装上这个卡就可以用了，话费是可以自己买充值卡来充的。另外在关口也有很多货币兑换，一般兑换一些在路上用的钱，可能100-200万老币吧，就是1000多块钱或者几百块钱就够了。因为关口那边的汇率不是很划算，到了万象或者到了其他城市都有很方便兑换货币的地方。那第3种入境老挝的方式，可以从中国的昆明、广州、南宁、长沙直飞老挝万象，到了万象机场直接可以落地签。机场那边也有中文的提示，以及落地签证填表的表格的样子参照，您自己静下心来填也是可以的。如果您不想填，机场也有帮人代填的，一般也就是2万老币，也很方便。另外就是不管在机场这边的落地签证，还是说在陆路关口那边的落地签证，我们需要带$20。如果你没有带相片的话，就要多加$1。
那如果你是给人民币，他们有可能收你200人民币，这样肯定不划算。所以最好还是带上20美金，或者跟同行的人换20美金。办完落地签证，取完行李以后，你就可以出来机场了。如果你要去中国人聚集的地方，就是三江市场。出了机场的门，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出租车、三轮车，这些你就可以直接跟他们讲三江。直接说中文也可以，基本上人家都知道送你来到三江。三江就在机场旁边，所以有些人如果你是不着急，你慢慢走到三江也是可以的。从机场的大门出来，往左边拐，如果算上机场门口这个红绿灯，那么第2个红绿灯你再左拐，一直往前走，你就能看到很多的中国牌子了。那边全部是中国的酒店、餐厅以及中国市场。那到了这边以后，就不用我再介绍了，你们就可以直接问这些餐厅、酒店以及这些中国商人、这些中国老板。来到老挝的这些费用其实还是很便宜的，不管从签证还是这边坐车、坐飞机的费用都是比较便宜。只要您不要求星级酒店，不要求大吃大喝，那几千块钱还是能玩得很爽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这个疫情期间。疫情期间还是非常的麻烦。如果您已经有老挝这边的签证，就是以前在老挝这边待过的人，有签证，有多次往返，那么你过来的话，只要申请入境的批文，然后机票的价格比平时要高一些，那过来就不用说了，就是很简单的。当然过来以后隔离是必须的，就算你打完2针疫苗和做完核酸检测。虽然有些人他们给酒店钱，然后不隔离，我在这里就不提倡了，这种也是非法的。那对于我们没有签证而想过来的朋友，其实现在是没有对普通人签发签证的，目前只有对一些外交团体或者国际组织以及这些医疗专家，他们有个别的绿色通道。那么对于普通人，不管你是旅游还是经商，目前都是不给签发签证的。所以对于大部分人来讲，我们不管是有做完核酸检测，还是说打完了2针疫苗，暂时都是过不来的。如果是那些国际性的大项目，像我们中老铁路啊、高速啊这些大项目的技术人员，现在要过来的话，还是有办法办到签证的。那我最后要说的一种情况就是，您既不是那些大项目的，也不是什么外交人员，那么您想要过来，如果您在疫情之前就考察过老挝的市场，而且已经有了在老挝投资的意向，如果您确实是真的要在老挝投资，您可以把您具体的想法发给我，我也可能会帮你去申请一个绿色通道，那这也是可能的。这也就是说特批中的特批。当然您的理由要足够能说服我，这样我才有可能去帮你申请这个绿色通道。你不能说您的名字我也不知道，您的联系方式我也不知道，您的公司我也不知道，您对老挝的项目投资我也不知道，那您就完全没有必要联系我或者给我私信了。好了，那么关于入境老挝的这些事情，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。欢迎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分享我的视频。有什么建议和想法，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，也可以给我弹幕。如果您能给我一个强烈的推荐，让我的视频能帮助到更多的人，那我更是非常荣幸。谢谢你们，拜拜。